民党的王宏伟压料，讲民进党的吴思瑶的律师团的成员牵涉到诈骗案。王宏伟质疑吴思瑶甲诈骗集团的关系无单纯。吴思瑶回讲，伊的人涉案，伊嘛痛心遗憾。国民党硬要甲伊甲诈骗集团扣做伙，根本就是政治操作。 姓郑律师民进前就含看到媒体伫咧介翕，搁介紧登去。台北地检署2月初侦办诈骗案，那抓到这个律师含诈骗集团伫咧交易斗坑，加起来6个职业律师都利用职务泄露精神的内容，互诈骗集团。其中一个姓的律师，拿赢立委王亚了，伊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有关系。吴思瑶当选之后，庆功宴。 他也是其中的成员，开开心心的跟吴思瑶一起来举行庆功宴。虽然所几两张相片拢是牵涉诈骗案姓的律师参加吴思瑶选后的庆功宴，佮有含选举期间的助选相片，原来和吴思瑶提供的法律辅助有关系。他在2021年来加入我的志工团，2021年5月。 才开始，他这3年多来轮班来服务人民，大概是13次。检调绝对要严查彻办。民党现在就是硬要把我跟这个诈骗集团画上等号。吴思瑶正是这个律师，过去确实是家己服务的律师团成员之一。不过对牵涉刑事案，吴思瑶跳出来发言网，强调家己并不知影，嘛为国民党政治操作。尤其记者会，吴思瑶立委选战期间的难赢对手，现任的台北市议员张书光，嘛来到立法院举办记者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跟诈团有这么多奇奇怪怪。 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要在选举的时候、庆功的时候笑呵呵，出事的时候呢，就很快的去做切割。士林北投的立委选举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不参加在市议会针对凯开案的临时会专案报告呢？就惊经济被收煞，毕竟过去党内政治会单独票选举期间，就因为红压了，和诈骗集团有利益的挂钩，宣布退出立委选战。如今选举后诈骗案的证据，搁一摆互调查互相伫咧相结。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